有好多朋友問我見我咁多香港同歐洲嘅豪宅，自己又做咗室內設計咁多年，點解會唔選擇去惠州或者深圳呢啲大城市居住，反而要選擇去中山呢個地方生活呢？其實我想嚟內地揾屋嘅時間呢，我都似服噶啦，因為內地呢度呢，有好多宣傳呢，有啲誤導成分喺度，所以我想將自己嘅經歷大家分享一下，等大家可以避開呢啲冇必要嘅坑。我係一個喺香港出世、香港長大、70頭嘅真正香港人，一畢業呢，我就已經做室內設計，眨眼咁就做咗幾十年啦。一直呢，我大半時間呢，都係淨係掛住追追逐逐啊，追求業績啊，根本冇可能停低。18年，我終於可以放低晒所有工作，去歐洲旅居。哇，嗰度真係好悠閒、好舒服，而且好慢活啊啲生活。不過生活成本真係好鬼高，搭一程的士都起碼幾百至1000蚊啊。當我慢慢適應咗嘅時候啦，新冠疫症又嚟，我被迫要返香港。返到香港住返一個幾百尺嘅屋仔，或者係好唔慣。打開個窗，哇，見唔到遠景嘅，淨係見到對面啲樓。想放張大啲嘅梳化又唔得，一行到出街，周圍都係人，都係車。哇，呢度塞嗰度塞，哇，真係好大壓力，直情係唞唔到氣啊！又跟住我就會諗返啦，哇，嗰陣喺歐洲幾舒服啊！哇，啲空氣又好，生活又悠閒。不過最記得呢，係我有一次喺第3區度俾人打劫，所有證件啊、credit card 啊、現金啊，全部唔見晒。我就即刻揾呢個入境處去幫手啦，但係回應嘅就係話處理當中。但係我係一個好心急嘅人嚟嘅，於是呢，我就即刻走咗去領事館，希望佢哋可以幫到手。哇，佢哋真係二話不說，即刻幫我安排晒所有嘢，處理晒所有嘢，補領晒所有嘢。哇，嗰種人情味呢，真係到而家仲記得。就係因為呢樣嘢，我決定再一次旅居。呢次去邊啊？內地。我鎖定咗目標，惠州、深圳、珠海同中山。等我帶大家去睇一睇嗰度咩環境。嗱，我哋先講下深圳啦。深圳嘅房價呢，一起步呢，就起碼4-5萬嘅啦。嗱，隨便一個細單位，月供都要好多錢，唔係個個應付到嘅。市區同香港一樣，人多車多。個節奏一樣係咁急，根本就唔適合我哋諗住係慢活啊，或者同呢個退休嘅生活嘅，反而適合一啲工作啊或者去投資嘅人喺嗰度生活。嗱，再講下惠州海景盤呢，其實真係好靚好平，但係啲配套就真係好散啊，街市啊、港式茶餐廳啊、診所全部都好遠嘅，到雨季或者回南天，哇，全屋發霉啊，真係好難打理，同埋立立嘢嘢咁真係好辛苦，長期居住呢。真係舒適到呢，真係差好遠。我諗應該適合一啲短期嘅度假，應該冇問題嘅短期度假就。最後去到中山，我哋講下中山。哇，呢度真係非常方便，去港珠澳大橋都係20-30分鐘左右，仲有呢個跨境巴士啦，又可以去尖沙咀啊、荃灣啊、新界啊，好多地方都去到，差唔多個零鐘啦，返到香港㗎喇。真係完全實現咗呢中港跨境生活嘅。嗱，如果你話物價就應該係香港大概1/3左右啦。香港啲車位你行地2-3千、3-4千，但係呢度嘅車位只不過係3幾百已經搞掂啦。基本生活成本呢，真係非常之易應付嘅。嗱，我揀中山呢個盤呢，完全符合晒我做室內設計幾十年嘅審美標準嘅。嗱，第一，戶型呢夠晒寬敞嘅，129平方，即係大約1400尺左右啦，做到呢大3房。香港呢個尺數嘅價錢啊，閒閒地都要成1000萬啊，但係呢度呢，首期10零萬就已經搞掂晒啦，等於香港半個廁所嘅價錢咋。第二，南北對流2個露台，露台又夠晒大，唔止放到花架，種下花，仲可以放晒成套茶几椅添，得閒坐喺度飲下茶，睇下個園林景，哇！簡直寫意啊！第三，社區配套又成熟喎，入邊有泳池啊、會所啊、港式茶餐廳啊、生活街市啊、門診啊，哇！真係方便到痹啊！第四，距離關口又近，逢禮拜5、6搭巴士返落去揾啲老友啊、揾啲親戚傾下偈、食下飯，禮拜日就返嚟攤頭下，兩邊嘅生活呢都可以兼顧到嘅。好多人呢就只會吹噓咩海景靚啊、點樣低價，但係就忽略咗生活最緊要嘅交通啦、乾唔乾爽啦、會唔會潮濕啦，最緊要係有冇完整嘅生活配套喺度。嗱，呢度完全真係可以滿足晒嘅。歐洲生活呢，過住嗰啲全部都係奢華嘅享受嚟嘅。哇，返到嚟內地，我先至明白乜嘢叫真正嘅生活。無論你係退咗休啊，又或者係預備未來咁樣啦，其實真係唔應該高價消費嘅。我哋應該係選擇一啲寬敞啊、舒適嘅生活環境啦，寧靜帶有綠化嘅空間，又跟住交通就更加要方便嘅，留翻嗰啲積蓄用嚟享受更有質素，同埋唔好過度消費，呢啲先係叫做優質生活。其實咧，通咗關已經好多年㗎啦，來來往往都好多人上嚟大灣區生活咧，但係都唔係太清楚呢度嘅生活環境啊同埋細節咁樣。我就喺呢個大灣區中山同珠海咧，眨眼都住咗好多年㗎啦，眼見咧就好多香港人上嚟呢度置業啊、買樓啊、創業啊或者生活，但係佢哋咧就因為唔太熟悉呢度嘅生活環境，甚至乎個買樓個手續啊、程序啊，佢哋都唔清楚嘅，所以好多人都中過招，我都唔例外。我啱啱嚟大灣區嘅時間，我都中過招嘅。咁就因為呢個原因啦，我同當地一班專才喺中山度已經開咗個工作室，希望
透過呢個工作室啦，可以幫到一班香港人過嚟大灣區買樓置業嘅時間係會比較安全啲啦。另外，如果你哋想喺呢度做啲小生意嘅話，我哋都可以協助你咧做一個創業嘅起步嘅。我同其他中介有咩分別呢？嗱，你可以當我一個生活顧問，你喺買咗樓喺呢度生活嘅同時，如果你有啲乜嘢嘅困難啦、疑問啦，或者唔清楚嘅地方，甚至乎你想揾啲飲飲食食玩嘅地方，你都可以隨時揾我，我都幫到你嘅。